先生，查到什么了吗？就在京郊，李岩胆子极大，居然将铸铜钱的地方设在了同昌宿卫军的练兵场附近。他还真是会找地方啊！同昌宿卫军，不就是忠王的府兵吗？怪不得咱们在城里头翻了个底儿朝天，什么都没找到。李岩和太子已经将那作坊关了，如今宫内无人接应我们，如何让圣上知晓？在上京，想让皇上听到一两句话，还不容易吗？启禀陛下，臣今有一奇事，特来禀告陛下。什么奇事？臣听说近日有百姓在同昌宿卫军练兵场附近挖出了不少铜钱，臣便派人前去查看，结果发现这些铜钱与官制的铜钱有细微差别。臣觉得蹊跷，深感此事重大，故而前来禀报。同昌宿卫军，那不就是正是忠王殿下的府兵。这事你不可以告诉别人。你先退下。是，陛下。九公主，圣上有令，任何人不得见翼王。可是我不是你们李朝的臣子，都说是翼王给我下的毒，我得亲自去问问他。你就让我进去吧。九公主，之前皇后娘娘来探望翼王，都被拦了下来。您还是回去吧，不要难为小人。哎，公主，婢子同您讲过了，肯定进不去的。我们还是回去吧。只要你想见我，或者你需要我帮助的时候，就向天空发这个鸣笛，我就一定会出现。你真的来了？你身体好些了？好多了。你是不是跟我说过，不管任何事情，只要我开口，你一定会帮我？现在就有一事，我要进天牢。为了翼王，他可是下毒害了你才进天牢的。他是我朋友，我相信他一定不会这么做，所以我才要亲自去看看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我给你的鸣笛，并非用在此处，但既然你开了口，我肯定会帮你。跟我走。这个天牢关的都是皇室贵族，而且都是暂时羁押，所以没有旁人。我就在这儿帮你望风，你速去速回。好。
李承言，你怎么来了？身子好些了吗？本公主吉人自有天相，睡几天就没事了。没事就好。我给你带了些点心，还是热乎的，你快趁热吃。你相信我是被冤枉的？我当然相信你了。我们刚查完太子和李艳的事，结果2个人就都出了事情。想想就知道，这里面一定有蹊跷。但是父皇不信。那我去替你向圣上求情。不用，你现在身子刚刚好，应该好好休息，别去惹事。那你倒是告诉我，怎么才能帮你啊？是我行事未思虑周全，害得连你也一起受苦。这不怪你。是我当时太急功近利，为了找出太子的把柄，才利用你在父皇面前提起假铜钱一事，把你也牵扯进来。是我对不起你。你别这么说，我本来就看不惯这些弄虚作假的事情。当时我真应该听你的，如果不是我草率行事，恐怕也不会打草惊蛇了。事已至此，也是无能为力。只是太子已经对你下过一次手，难保不会有下一次。这后宫之中暗箭难防，我不在你身边，你千万要学会保护好自己，明白吗？那你呢？你就甘心待在这儿？你就甘心被冤枉吗？我皇室就是这样，成王败寇。你快离开吧，免得被人发现，惹来麻烦。这里面凉，你把这个留着。那你保重，我走了。你也是。好啊，太子，近日你批奏折大有进步啊，有条有理，很有见解。是父皇教导有方。太子，近日在朝中说的九公主中毒一案，你未发一言，这里也没有外人，你说说你的看法吧。儿臣与武帝手足相连，儿臣不相信他会做出这样的事。可是大理寺已经有了证词，在翼王府也找到了物证，他已经百口莫辩。太子，翼王他本来想毒害的是你，那你为什么还相信他呢？父皇，即使真的是武帝所为，我也不会责怪他。我身为兄长，未能谦让，就算武帝真的记恨于我，也是正常。
还请父皇对武帝从轻发落。你的胸怀还真的很宽广，能容忍他人之不能容，朕很欣慰啊。父皇过誉了，是您平素以行为教，儿臣也只是客少击球罢了。啊，对了，今日李艳说起先太子一案，让朕心里突然一凉。你跟李艳交好，你怎么看这件事？父皇已经定案，先太子一案为单吃人所为，李艳还敢说这种话，简直大逆不道。但既然父皇已经惩罚过他，想必他也会好好反省。太子，你认为此事真的跟翼王毫无关系吗？父皇，这个问题儿臣无法回答，但儿臣想过，如果继皇兄真的在天有灵，也不希望看到我们兄弟手足相残。陛下，臣查到那婵儿的家人已经改名换姓，住进了京郊的一处大宅子中。据周边的人说，他们是2个月前搬进来的。那婵儿家境从前并不富裕，现在能住大宅子，应该是受人恩惠所得。查到是什么人了吗？那人隐藏得极好，臣还未查出来。若把他家人都抓起来审问，又怕打草惊蛇呀。都说呢，没什么谎言能熬过大理寺3天的用刑。你这个小婢女不简单，不多不少，整整3天。你说吧，你的主子给了你什么好处？你上有爹娘，还有一个80岁的祖母，2个10几岁的弟弟，还有一个4岁的妹妹，是吗？哎呀，可惜啊，他们已经全被杀光，抛尸荒野了。太子对你的承诺没兑现。不可能，不可能的！他答应过我，要帮他们点。不可能！不可能！你一个人活着太辛苦了。
让朕送你去见你的家人吧。婵儿已经认罪了，招供之事属实，翼王下毒谋害太子，幸亏未造成不可饶恕的恶果，死罪可免，流放黔州，终生不得回朝。陛下英明。母后，你已经尽力了，时而不孝。我的儿，起来，你受苦了，是母后无用，徒有担心，却保不了你。母后，你已经尽力了。是我不争气，我知道你是冤枉的。离你去黔州还有10余日，你放心，母亲一定会替你想办法的啊！母后，父皇明显偏袒二哥，已经无力回天了。不行！不行，我的儿，你要记住，不到最后一刻，绝对不许气馁，听见了没有？听见了没有？啊！舅舅，皇后娘娘深夜至此，所为何事啊？当然是为程银的事情。舅舅，你是知道的，程银这孩子是绝对不会干下毒害人之事。可我在后宫能做之事有限，可不可以扳回这一局，可就全仰仗舅舅您了。圣上明显是偏袒太子，若程银就这样离开上京，那太子日后便会更有恃无恐，到时候的局面于我与舅舅您可都是不利的。舅舅，都是一家人，我自然要帮助翼王。可我进宫不便啊，皇后。还请你安排翼王屈尊过府一趟。好，我现在就安排。啊，请。父亲，您为何要答应帮助皇后娘娘啊？咱们趟了这浑水，这不是明摆着与太子为敌吗？不趟这趟浑水，太子就会跟咱们一心吗？现在不出手，日后更麻烦。那现在这时机就是最好时机。现在咱们帮了翼王，以后他才能乖乖听话。父亲有何妙计？他日咱们派人刺杀李承继未果，可他仍然死在途中。虽然传是单吃人所为，可仍然疑点众多，只是最后不了了之。今日李彦在朝堂之上又重提
先太子李承继之死，你认为为何？我明白了，现如今除了咱们，就是李承业最想让李承继死。他把这脏水泼到翼王身上，既能火上浇油激怒圣上，又能贼喊捉贼，彻底撇清自己的嫌疑。若他们真的心血，那他们最先要做的就是毁掉凶手巴图尔的卷宗。父亲，我即刻就去大理寺调卷宗。殿下，殿下，何事？我今日本去大理寺调巴图尔的卷宗，却不想卷宗已经被人拿走了。何人？高坤。派人把高家人盯紧了，他们一有动作，立刻向我汇报。程银拜见舅公。我已经到了如此地步，舅公还愿意出手相救，程银感激不尽。之前是我太不懂事了，许多事情自作主张，未与舅公商量，才会酿成大错。如果此事还有转机，我还能留在上京，日后一定对舅公言听计从。翼王言重了，老夫看着你长大，知道你的品行，自然不能眼看着你被冤枉。翼王，请起吧。多谢舅公。舅公，不知道您到底有什么方法？这是巴图尔的画像。正是。朝堂之上，李彦和李承业所提及巴图尔之事，父亲觉得有意，令我去大理寺提取了这份卷宗，里面只有这幅画像和寥寥几笔的案件记录，十分蹊跷。这么说来，我记得父皇提审我的时候，说我大哥的死与我有关。此话绝对不是空穴来风，父皇心中必定有疑。陛下都起了疑心，此事便有文章可做。先太子是否有丹池所杀，并无十足证据，全听由巴图尔所言。可是巴图尔却是由李彦亲自押送到上京的。如果他们做了什么手脚，那这巴图尔就真的有问题。以往你在西境安护府没有见过巴图尔？没有，但裴昭将军跟我说过，人是他抓的，这巴图尔确定是单吃人无疑。我记得高贤表姐也参与过审讯，他们那儿或许留有详细的卷宗，不知是否可以调来查阅，或许能查出端倪来。修书给你大哥，让他把所有关于巴图尔的卷宗送来上京，亲自送来。是，多谢舅公。金荣，若遇拦截，拼死也要保住卷宗。是。
高显离开西境安护府，朝上京来了。探子来报，他们兵分9路，都蒙着脸，分不清哪个才是高显。殿下莫急，老夫这就派精兵守住9门，任何人都休想进入上京。高显是封疆大吏，为得皇上的诏书，不得私自进京。他若敢闯9门，我便以谋逆罪杀了他。为今之计，也只能如此了。有劳忠王。我这就去安排。殿下，一个高显而已，不足为惧。我是怕，如果拦不住，那便只剩一条路了。殿下，当真要如此吗？我们拿铜矿换钱，豢养了这么多死士，不就为了这么一天吗？此事事关重大，翼王特让我来向你询问，希望你能帮这个忙。阿杜，没劝动吧？此事对他来说，确实很为难。但是高家和翼王的这种关系，拿出这种证据，难以让皇上信服。只有像阿杜这种中立之人出来作证，才更加可信。可能只有你，才能去劝动他。上次忘了跟你说了，其实你穿这身衣服也很好看。我不喜欢。很多东西是枷锁，如果你放下，会更轻松。你不懂。是你不懂。你如果不救李成银，小凤就会嫁给李成业。你以为李成业会留小凤多久？小凤又有几条命能挡住接二连三的案件？这次是下毒，下次你知道会是什么？顾剑，如果你再当李成银的说客，我绝不让你再见公主。如果今天下毒的是李成银，保护小凤的是李成业，我绝不会来劝你。
殿下，这是从信使手中夺来的宗卷。废物，滚！是。高贤表舅，您终于来了。程岩，这卷宗可是我冒着死罪给你送来的。高家的恩情，程银没齿难忘。好，等你当上了太子，记着你说的话。是。还有，后面的路靠你自己了。保重。多谢表舅。下。